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2月8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8篇，士师记第3章第7节到11节，路加福音第4章42节到4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拯救。什么人需要救恩？什么人需要被拯救？会记得真早以前，一个叫做陈振兴事件，最后呢，有一个牧师进入去监狱来关怀这个万恶不赦的杀人犯，带领伊认罪悔改，并且呢接受洗礼。这个代志引起社会热滚滚的讨论，甚至受到攻击。大部分反对的人讲，这种人哪有资格进入天堂？也有人讲，如果基督教信仰专门为着这种人开门，我怎样会当接受？是啦，陈振兴个人的行为的确是无法度互社会来容忍。讲到伊的罪行，会当讲是每一个人拢混甲安尼，喙齿真上安尼吼，家己切气安尼。但是耶稣基督伊真明确，甲咱提醒一项事，伊讲有病人才需要医生。伊阁讲我来是要钓罪人，毋是要钓义人。何况咱伫圣经的历史的中间，看到以色列人因不断咧违背上帝啊，但是上帝犹原赏赐救恩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互世间人。圣经甲咱讲，叫一切相信伊的人，无得到灭亡，反倒当得到永远活。咱拢需要救恩，需要互上帝来拯救。最近新闻中间一直咧讨论流行感冒甲死亡的代志，咱拢知影破病就需要医治。士师记第3章第7节到11节记载着以色列人的歹。以色列人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袂记得上主，因为上帝去服侍这的巴力甲亚瑟拉，上主就对以色列人发大受气，将因交予美索不达米亚王歌珊利萨田。以色列人服侍歌珊利萨田8年。以色列人求救上主，上主就为着因来兴起一个拯救者来解救因。这个就是加勒的小弟基纳斯的囝俄陀尼。上主的神临到伫伊，伊就做以色列人的士师。伊出去交战，上主将美索不达米亚王歌珊利萨田交伫伊的手，伊就太赢歌珊利萨田。迄个地区就太平40年。后来基纳斯的囝俄多尼死。耶稣基督降世的工作，就是要爱帮助人、医治人、赏赐拯救互人。因为安尼，伊甲这个想要甲伊留落来伫身躯边的这个人讲，伊需要去别个城市传扬上帝的福音。因为这是上帝差派伊降世的目的。路加福音第4章42节到44节。天一个光，耶稣就出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，规阵人得找伊，找着就甲伊留地，无爱伊离开。
毋久耶稣甲因讲：我嘛着去别个城市传上帝国的福音，这是上帝差派我来的目的。伊就继续伫犹太逐个会堂传道。耶稣基督就是要为着这个想事拯救来，这是伊的呼召，嘛是上帝真明白的旨意。诗篇138篇，我要专心感谢你，伫众神明面前唱歌称赞你。我要向你的圣殿跪拜，要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称赞你的名，因为你互你的名甲你的话超越一切。我求的是你有应我，你有鼓励我，互我得到快乐。上主啊，世上的君王拢会感谢你，因为因有听见你所讲的话。因会唱歌称赞上主的作为，因为上主有大荣光。上主虽然尊贵，也有看顾卑微的人。伊对远远就认出骄傲的人。我虽然互患难围困，你会保守我的性命。我会对敌受气，你会伸手对付，用正手来解救我。上主会实现对我的应允。上主啊，你的慈爱永远属存。你亲手所做的，求你毋通放杀。感谢上帝赏赐耶稣基督，成做阮的拯救，也互阮会通得到白白来得到救恩。恳求主赦免阮的罪，互阮反倒转来领受到拯救，也会通成做上帝救恩的仆人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